好，歡迎收睇 Hilltop TV。今集嘅 Hilltop TV 會同大家介紹邊區嘅筍盤啊？同大家介紹之前問你個問題先。嗱，講到新蒲崗區，你會聯想到啲乜？新蒲崗工廠區啊，我知啦，應該係最為人熟悉嘅舊啟德機場。嗱，你啱咗一半啦。其實新蒲崗區係啟德發展計劃嘅核心區域，其中最矚目嘅莫過於千億基建劃時代嘅世界級郵輪碼頭。相信不久嘅將來更加會成為新蒲崗區嘅地標。嗱，講咗咁耐，其實今集介紹嘅筍盤咧係由新鴻基地產發展嘅大型樓盤項目漁港灣。喺佢隔離嘅就正係世界級郵輪碼頭啦。我知道政府仲積極將鄰近啟德明渠打造成一條有特色同埋大量綠化嘅河道，命名為啟德河。嗱，冇錯啦，所以漁港灣嘅住客咧可享有嘅唔單止係啟德郵輪碼頭嘅美景，仲會係一個綠化之都。漁港灣位於新蒲崗太子道東638號，由5棟豪華住宅大樓組成，當中向南嘅單位大部分都可以欣賞到郵輪碼頭嘅美景。咁除咗景觀一流之外，漁港灣嘅外形、間隔同埋會所配套等等各方面，都會以大都會豪宅地標為設計嘅理念。發展商預留咗行人天橋，連接未來嘅港鐵沙中線，而物業附近亦都有唔少嘅巴士同埋小巴，可謂四通八達。漁港灣標準戶型為1至4房，面積由533至到2032平方尺，當中臨海單位以1000尺以上嘅大戶型作為主打，另外亦設多個花園同埋天際特色單位。嗱，豪宅咧當然唔少得會所，發展商投資咗接近4億元港幣，為住客打造一個國際級嘅會所，叫做 Club Latitude。Club Latitude 一共有3層，當中包括室內外游泳池、多用途宴會廳、健身室、私人影院、卡拉 OK 室、燒烤場等等。住客足不出戶就可以進行到好多唔同嘅活動喎。但係我中意 shopping 多啲喎，咁漁港灣可唔可以滿足到我啊？當然可以啦！漁港灣基座嘅大型商場，以愛麗絲夢遊仙境作為商場嘅發展概念，相信將會成為區內一個地標性嘅消閒購物熱點。咁如果跳出新蒲崗區去其他大型購物中心呢？嗱，之前提過鄰近漁港灣嘅交通四通八達，其實要到好似又一城、MegaBox、APM 同埋 Elements 呢一類大型商場，可以選擇巴士或者小巴，一程車就到㗎啦，好方便㗎。漁港灣唔單止照顧到住戶嘅需要，亦都顧及到商場訪客、商鋪租戶嘅需求。漁港灣設有2層嘅停車場，包括住宅、訪客、商鋪同埋電單車車位。漁港灣除咗顧及到大家對有閒生活嘅渴求，亦都兼顧到準業主仔女嘅需要。嗱，各位24孝父母可以放心啦，漁港灣嘅位置屬於43小學校網，而中學校網就屬於黃大仙區，一共有24間咁多㗎。漁港灣更加係位於5間大學嘅中心，返學好方便㗎。同大家介紹咗咁多漁港灣嘅資料，又到咗今集有獎問答遊戲嘅環節咯。今集嘅問題係漁港灣一共有幾多座呢？知道答案嘅朋友就快啲將答案連同姓名同埋聯絡電話電郵到 marketing@hilltop0.com.hk 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關於漁港灣嘅資料，可以隨時 click 入 pfocus.hk， 又或者打23269909呢條黃金熱線向我哋世紀21置業匯點嘅同事查詢。